张永军是哑巴吃饺子，心里有数。随着黑人外援篮下的一记双手扣篮成功，所有的人都明白，本赛季常规赛的第2把交椅，宏远队已经坐定了。张教练你好，请问一下，你对今年的这个排名怎么样看法呢？今年的排名，我想我们比赛以前是没有想到的。那么现在经过大家努力，能够排在第2名，是应该说在常规赛中间是一个比较好的排位。那么下一段我们还要继续努力，关键的在后面的复赛中间和这个半决赛中间还争取胜利，能够在今年联赛中间取得第2。比赛结束了，宏远队终于赢得了这场重要的赛事。这对于宏远人的心愿来说，不啻是一颗定心丸。我们衷心的祝願這匹籃壇上的黑馬能夠成為真正的駿馬。兩大球咧，睇完籃球，睇下排球啦。廣東男排咧就喺全國嘅男子排球聯賽當中咧，被其他甲 A 群同埋視為魚腩部隊，因為對親廣東男排咧都有分攞㗎。咁啊嗱，呢個男子排球聯賽咧就係採用雙